哦，这么冷啊！今天2022年2月21号，那明天就2月22号了。2022年哦，2月哦，今天21号这么冷哦。按加号这边，按城市管理，按搜寻这边呢。看这个主要都是台湾的台北的嘛。按照国际城市要怎么弄啊？这个70年代的，还是80年代初期的录音机，老旧了，磁头可能氧化了，接触不了了。刚按下去大声，然后就变小声了。情歌交唱，太小声了，关掉，再重按，重按下去小声，它久了又变小声了，接触不了磁头。录音带也久了，录音机也久了，效果又不好。带子有的转得不顺，还会夹带啊。现在那个胶圈，橡胶的胶圈会老化哦，变不是那么原来的松紧度了，转速会变化。太慢了，你可能就变成那个书解不及，就当个夹带那种。那没几秒就要变小声了。东西都在变化中。你看这么冷了，北京这么冷了，万里长城在北京的北方，在冬天呢守北京守万里长城的多辛苦啊！那住在那个蒙古戈壁大沙漠，戈壁是沙漠还是草原啊？忘光了，搞混了。新疆有塔里木盆地塔克拉玛干沙漠还是什么？北京北方的蒙古地区，你看冬天更冷。这么冷啊！零下8度到5度。南京你看0度到8度，都很冷的。这么冷的天气。情歌交唱啊，6条狗血以前播放老师。10月3在义和正堂临时火场时，好像民国80年代。
迎歌交唱，同康活动，营队活动，迎歌交唱的同康活动，迎歌交唱。哦，声音不容易。
南无南无
南无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平常都要好有忏悔文，但是因为遇到有前贤归空，有吃素有力清口愿的到弥勒内院，没有男女欲望，有求道以后没有还道拜德，没有吃素没有力清口愿，归空以后到弥勒外院，弥勒净土外院，还有男女欲望哦。还有吃素力清口愿的，归空以后到弥勒内院，没有男女欲望。弥勒内院呢，听弥勒古佛、弥勒祖师弘法说法，早日成道，早日成佛。弥勒祖师在人寿8万岁说到阎浮提人世间投胎转世，然后在龙华树下，龙华三会第3会龙华会，龙华树下，在龙华树下龙华树下成道。龙华三会第3会白羊气，白羊气弥勒祖师掌天盆，济公活佛掌道盆。还有三圣有弥勒祖师，有济公活佛，有业慧菩萨。要得孔孟圣道三宝心法，应时应运的呢。白羊气白羊气是龙华三会第3会龙华会，弥勒祖师掌天盆。赶快有缘人要赶快得孔孟圣道三宝心法，要赶快求道，得名师指点，将来超脱生死轮回6道生死轮回之苦，超脱轮回。平常用赖在晚上9点读诵弥勒救苦真经3次，然后念祈福回向文，把功德回向天地，回向祖先，回向父母，回向子女，回向有形众生，回向无形大德。有情众生还有无形大德，还有回向新冠肺炎，希望疫情不要再扩大。最后还有忏悔文，忏悔往昔所造诸恶业，皆由无始贪嗔痴从身口意之所生，一切我今皆忏悔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